年嘅3月，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正式發布咗關於優化老年旅客服務的實施細則，對60歲以上老年人乘坐火車和高鐵的優惠政策進行了全面升級。第一重福利，全國統一老年人優惠票制度。根據新嘅規定，由2025年5月1日開始，全國鐵路將會實施統一嘅老年人優惠票制度。60至65歲嘅老人可以享票價8折優惠，66至70歲嘅老人有7折優惠，70歲以上嘅長者呢係有6折優惠。呢一項梯階式嘅優惠政策，比之前普遍執行嘅單一折扣更加細化同埋人性化嘅。第二重福利，綠色通道與專屬服務。除咗票價優惠之外，國鐵集團仲喺全國342個主要客運站設立咗老年人綠色通道。60歲以上嘅長者持有本人有效嘅身份證件呢，可以透過專用檢票口快速進站，唔需要排隊等候嘅。對於70歲以上嘅長者，亦都提供咗全程嘅輪椅推行、攙扶上下車等貼身嘅服務。第三重福利，免費候車室和休息區。為咗讓老年嘅旅客候車更加舒適，鐵路部門喺全國超過500個車站設立咗老人專屬候車室或者休息區。呢啲區域通常係位於車站相對安靜嘅位置，配備咗舒適嘅座椅、電視、飲水機等設施。部分大型嘅站點呢，仲配備咗血壓測量儀、急救藥箱等醫療嘅設備。更加貼心嘅就係60歲以上嘅長者可以免費使用呢啲候車室同埋休息區，係唔需要額外付費嘅。第四重福利，專屬訂票管道及幫助服務。針對老年人可能唔熟悉智慧型手機操作嘅問題，鐵路部門專門保留並且增加咗人工售票窗口。根據國鐵集團嘅數據，2025年全國鐵路各車站人工售票窗口嘅數目咧係會達到8500個，比2023年增加咗。第五重福利，隨身行李額外優惠。根據新規定，60歲以上嘅老年人除咗享有同一般旅客相同嘅免費行李額度之外，即係每人20公斤，仲可以額外攜帶10公斤嘅行李免費託運。呢一項政策特別照顧咗嗰啲回鄉探親嘅長者，因為佢哋通常都會攜帶較多嘅禮品或者生活用品嘅。如何享受這些福利？操作細則詳細解釋。要享有上述嘅福利，老人需要滿足邊一啲條件，又應該點樣操作呢？身份認證係基礎，老年人可以使用身份證、老年證或者護照等有效嘅證件證明年齡。購票嘅時候，系統會自動識別旅客嘅年齡，並且給予相應嘅折扣。對於使用老人證嘅旅客，第一次搭車之前，要喺車站售票窗口進行一次身份資訊嘅綁定。對於需要特殊服務嘅長者，建議提前預約。例如需要輪椅服務嘅旅客，可以喺購票嘅時候或者出行之前12小時，透過12306客服電話預約。需要使用老年候車室嘅旅客呢，可以喺到站之後憑有效嘅證件直接入去就得啦。享有額外行李額度，需要喺辦理託運嘅時候出示有效嘅證件，而工作人員呢就會根據呢一樣嘢登記額外免費額度嘅。對於唔熟悉智慧型手機操作嘅老年人，可以請家人幫忙下載並且設定12306 Apps 嘅老年人模式，或者直接撥打95105105電話訂票熱線，工作人員會提供1對1嘅訂票服務嘅。呢啲優惠政策不適用於特殊時期，例如春節、國慶日等法定假日嘅部分路線。鐵路部門會提前喺官網同埋車站公告欄發布相關嘅信息，建議老年旅客出行之前查詢確認。